至24歲，艇仔編號1號由馬家輝參賽者，2號有劉勇毅，3號有黎智軒，5號有賴智軒。觀眾朋友們都準備好，幫佢哋打氣啦！眨下眼，比賽已經開始咗啦！目前領先嘅係5號艇隻嘅選手，其他選手3號艇隻同2號艇隻都緊追其後啊！繼續努力，繼續努力！1號選手都唔好放棄啊！你都好順暢咁樣，過咗一半啦，已經加油加油加油！2號同3號都勢均力敵啊嚇！加油加油！2號選手會唔會追得上我哋5號艇隻嘅選手呢？睇嚟大家都勢均力敵喎！衝線啦！恭喜晒！5號艇隻嘅選手都係繼續領先。我哋嚟到男子青少年組嘅最後一